今日我呢個題目咧係孩字半邊難，但亦半邊佳。其實呢一個字咧喺我哋鞋行裏邊咧，就特別是喺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，咁我哋通常都喺啲工場嗰度，因為我哋係屬於前鋪後居，就60、70年代好多嘅香港工業都係咁樣生存嘅，咁就都會聽到啲師傅做鞋嘅師傅同我哋講，孩字半邊難，但亦半邊佳呢一句。咁但係當其時我自己太細個，你話我哋淨係感覺到中華文化喺文字上嘅威力，哇！原來拆開個孩字，左邊可以寫成一個難字，右邊可以寫成一個佳字。當然近期咧，實講得最好呢句嘢咧，就應該係阿羅啟銳先生。咁喺佢嗰個《歲月神偷》嗰段片裏邊咧，佢又好精確咁描述到孩字半邊難，但亦半邊佳呢個意思。我咧就用另外一個方法嚟到表達呢段文字嘅意思。咁咧就有呢一幅嘅圖畫，呢幅圖畫裏邊咧就中間呢個人物咧就係我嚟嘅。咁咧就我喺一個埃塞俄比亞呢個地方就進行開荒嘅活動。嗱，難嘅地方咧就係話，如果失敗嘅話咧，呢個咧就係一個墳墓；成功嘅話咧就會豐厚獲利。咁啊呢個咧就係我嘅版本去演繹孩字半邊難，但亦半邊佳。但係總嘅嚟到講咧，我覺得人生係有好多嘅困難需要去面對，難也好，容易也好，一步一步走落去，大家都會有好日子過。多謝。